过来要提醒咱云林县的乡亲请注意，讲云林县长张丽仙的身份红仔头，最近互不少的人士提起用你的奶，甲人用要见面，县政府已经报警来处理了，呼吁民众唔通受骗。 就伫咧县长伫咧县内行透透的同时，道民众最近收到讲家己是张丽仙奶的信息，因为对话内容是真奇怪，除了直接问民众敢有行，甚至佮安排时间记者面。针对这个部分，张丽仙讲这是诈骗的手段。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哈，那我在这里严厉的谴责了哈。那当然也希望我们乡亲呢不要受骗。张丽仙进一步讲，伫咧网络社群号码请进有官方认证的人是嫖娼，即摆云林县政府已经报警。 处理，警察呼吁大家，请民众若收到这个资讯，一定要卡165查证。他只要求说要你汇款或要你投资，千万不要轻易相信，然后。 当时随科技进步，诈骗的手段嘛拿来拿进步。最近嘛出现会当模仿人声、人影 AI 诈骗，警察嘛特别呼吁民众千万爱细听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